大家好，我係香港純陽派女組官張龍朝冠獎徒兒女龍曲，今日繼續為大家演繹女組無極寶懺電子經書59頁中和。叫天溪呀花，鋪道笑文談經演舊願證三生共受知極發展龍成今年正人願我立名三經知運於神知正正身正後正念正心身份次中金迎天定受生養成積功力行一神第道自相成。大家聽完剛才嘅章節之後，都發覺最後兩句其中嘅吾字會讀誦為帝字，冇錯啦，因為整本嘅懺本都係以女祖恩師為第一生，因此我哋會將個吾字轉為第三生讀成帝字，而整段嘅懺本章節由第一句九天啟化普度兆民，意思係九重天上嘅神仙，當然係包括女祖恩師想度化少，即係比益仲要多嘅民眾嘅時候，我哋首先要完成三生。三生係指前生、今生、往生，都要淨身、淨口、淨念同埋淨心，而且仲要堅持早上同埋黃昏誦念，先至可以感應到天上嘅神仙。當我哋做到修身養性，咁女祖恩師就能夠度化我哋嘅德行，提升我哋嘅道運。祝各位道運昌隆。今集就講到呢度，好多謝大家收聽收睇，唔好忘記按讚好同埋訂閱啦。我哋下集見啦，拜拜。日大一道並非口號。